中山坦洲房產天花板佳景康城年中全新加推第8棟啊！89方到118方嘅新戶型喎，而且我哋公司成交而家可以做8萬蚊嘅一個現金回贈啊！一齊上去睇下啦！我而家所在嘅位置咧，就係喺小區大門口呢邊啦，可以見到兩邊嘅商業咧，全部都係開晒業嘅喎，早餐店啊、士多啊呢啲都係正常運營嘅情況啊。而我左手邊呢個小區咧，就係最早期3期開發，而家已經係交付入住嘅狀態。全新加推嘅第8棟咧，就係我右手邊呢個小區啦。可以見到一路之隔咧，就係同德小學、市立小學嚟㗎。呢個教育配套就非常之完善啦，而且交通都非常之方便㗎。距離山姆會員店咧，大概係1個至5分鐘左右時間。咁啊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嘅話咧，差唔多係3個至15分鐘左右嘅時間嘅啫，非常之方便啦。佳景康城呢個社區咧，總佔地面積去到130幾萬方㗎，一共分5期開發喎。目前主推係第4期嘅，當然第3期都仲有啲現樓單位可以揀下㗎。佢呢度大規模一定咧，佢嘅商業同埋生活配套會更加齊全㗎。對於業主嚟講，佢嘅居住體驗肯定會更加舒適啦。呢度嘅綠化環境你可以睇下，做得非常之唔錯，而且一睇咧就係有專人喺度打理嘅喎。全新加推嘅第8棟咧，目前係有3個戶型在售嘅，分別係89方、105方嘅3房單位，仲有118方嘅4房單位啊。點解話中山坦洲嘅天花板係佳景康城呢？你睇下佢交付標準啦，地磚甚至於牆面都係做咗柔軟嘅牆紙啊，就連中央空調都係全屋配置嘅喎，交付就有㗎。過嚟睇下廚房啊，3件套都係用嘅品牌方太㗎，而且連接咗一個生活露台，非常之實用啊！點解我要帶你哋過嚟睇89方嘅戶型呢？因為呢個戶型係目前最熱銷，亦都係最實用，而且性價比最高嘅一個戶型啊！點解總價20萬就可以上車？當然呢個係我俾開發商嘅建議售價，點知開發商唔接受我嘅建議，一定要賣120萬喎！呢個價其實喺中山坦洲都係值㗎。佳景康城認住呢條梯，認住呢紮數，認住回贈8萬蚊，買樓就揾天佑啊！